我来讲，目前全国只有台中市将毛笔的制作列为文化资产保存技术，目前嘛只有陈景聪这位艺师获认定是保存者。当艺师甲累积几10年做毛笔的技术来出册，要甲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。 毛笔的制作除了是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以外，目前全国敢有一个陈景聪艺师获认定是保存者。即马伊将伊累积数十年的技术出版专册。会当和后壁要来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吼，伊有一个真好的教材吼。这本专辑的出版呢，是我50年来吼所用的全部的心血啦吼。新册发表的即天，有真侪艺文界大师拢到场来祝福，因为毛笔的制作伫咧文化资产的修复方面，嘛是重要的工具。很多人有接触过毛笔，但是不知道毛笔原来有这么多的传统工艺的细腻和感动。所以我们在景聪大师那么获得登录之后哈，我们也积极的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，那么得到一个记录。陈景聪艺师嘛亲身指导民众做毛笔，希望透过实际体验，和古早的技术会当继续传承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